民眾黨總統主席郭文德牽涉警花社案一審是去封判17天，體大公權6天。要今仔下晡，伊的支持者是去到凱達格蘭大道抗議，認為講郭文德是去予司法來迫害。也現場內嘛有超過20個單位來燒天，所無看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。好，鄭麗文過去是捌公開批評郭文德，即馬伊人無夠，就予外界有想象的空間。下架賴清德，下架民進黨。民眾黨高調民眾39上凱道，認為前主席郭文德涉入警花社頂案，一審封判17年，體大公權6年，是政治辦案。主辦單位更加宣布一集超過9萬人。所有承辦的公務員都說程序是合法的，也蓋章了，卻可以在2年之後，突然因為司法的介入，造成一大堆公務員被調查、被傳訊，甚至被判刑。你要消滅柯文哲，柯文哲後面還有成千上萬的小草。郭文德最後上台向大家發聲，加入民眾黨，各地支持者圍我之下加入民眾。黨籍政治委蔡壁如頂日表示，希望郭文德出來競選後一屆黨主席。現任的黃國昌講，早就希望老大愛轉來接任嘛。捍衛司法人權，拒絕政治辦案。除了辯爺，南爺也出動超過20名立委到場贊聲。所無看到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到場，而是改由黨中央發言人代表，加上伊過去捌公開批評郭文德引起聯想。因此，南爺強調已經有甲民眾黨聯繫，也袂看伊病愛伊命。藍白這一段時間的合作，其實是符合基層支持者的共同的期待。那麼，在柯文哲前主席遭受慘無人道對待的同時這個我們的情誼必須維持。過去的恩恩怨怨，如果不翻篇，只會給其他人更多人見縫插針的機會。金華城案是國民黨的議員鍾小平去檢舉，提供資料的是蔣萬安次長，提供了厚厚的1000多頁的相關資料。那現在呢？貪污被判刑，全部賴給清德，全部怪民進黨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對綠營這期就場地至少要提前1禮拜申請落款。北市府表示是依照中央法規依法辦理。市長蔣萬安也強調社會大眾期待司法會當本地事實，無錯無枉。也毋過也呼籲無應該和民眾產生和政治對殺的感受。記者綜合報道。